大家好，我係基督教聯合醫院婦產科資深護師陳嘉瑜。我係基督教聯合醫院婦產科註冊助產士周蕾。迎接新生命來臨固然係充滿喜悅，有人形容10月懷胎就好似跑一場馬拉松，亦有機會遇上未能預計嘅考驗。有產婦會突然大出血，出現妊娠毒血症，產後要即時收入深切治療部，而 BB 亦可能需要送入 NICU 母嬰分離，可想而知媽媽會幾咁焦慮。呢一位雙胞胎媽媽子欣，舊年佢懷孕33週嘅時候，因為妊娠毒血症而需要緊急剖腹產，一對孖仔更加需要送入 NICU， 而佢自己就入咗 ICU 足足4日。如果4日都見唔到兩個 BB 一面，你話媽媽會幾咁心急呢？所以基督教聯合醫院婦產科喺2021年成立咗樂孕小隊，推行守護樂孕計劃，意思即係守護 BB 由出世到成長嘅每一步。我哋一班助產士每日來回病房，將 BB 嘅相同影片帶到媽媽嘅床邊，仲會同媽媽更新 BB 最新嘅臨床狀況，為佢哋搭建一條隱形臍帶，建立無形嘅聯繫。同時，我哋都會提供產後護理指導，等媽媽出院之後可以熟手照顧 BB。過去5年幾，已經幫助咗大約100名嘅媽媽。除咗情感上嘅支持，我哋今年4月仲推出咗光影色彩療法，利用色彩柔和嘅光影配合埋自然聲效，例如一啲流水聲，營造一個好安穩嘅氛圍，從而引導大腦放鬆，分散痛楚同壓力。推出短短1個月，已經有近30位待產媽媽用過，佢哋嘅反應非常理想。各位媽媽，生產雖然有不可預測嘅挑戰，但你絕對唔係孤軍作戰。我哋婦產科團隊都會用我哋嘅專業同愛心，陪你跑過呢場馬拉松。